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永权阿权妹。今日嘅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小姐妹係轻重嘅事情，就是食粥。用慢講，因為我吃到粥上頭，烘從過後做得來食一餐飽飽嘅粥，就會吃到也係一件輕幸福嘅事情。啊，唔過有啲人啊，可能。從咗2年嘅時間啊，所以都他煮到誒，可能說起來，哎呀，糟糕，已經10點誒，11點誒，用緊曬，冇要緊呀，他有一種食東西嘅時間咯，按到食 brunch 就會食早午餐，做得順曬連早上頭嘅早韓國動作就強下落去食睇，啊，按用嘅食東西嘅方式做得本輕悠閒嘅，慢慢誒，老早同動作強下來食睇，啊，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啲妙啲來開一間澳式早餐店哦，來分享呢調價韓國調價用哦，來分享 Penny 分享。大家好，我係杜 Penny， 今日同歡喜來到一個節目。好，分享 Penny 哦，啊，接下來算是我們的準客家美麗的沙龍哦，分享凱凱分享。大家好，我係台北來的客家沙龍凱子誒。哇，凱凱你客家話講得多好呢，謝謝。很厲害，台北來的啊唔係客家人，嘿，完全啲美麗學會嘅。對，完全不會。然後唐 Penny 嘅家婆。是不是阿婆？像唐碧你阿婆講學會嘅，哇，很厲害！而且 Penny 啊，看起來很時尚，懂講哦，頭那麼懂講，總懂講。今日同大家來小結下，其實 Penny 頭擺應該講從細都沒有嚟台，啊唔過頭擺有去啊澳洲來讀書，韓國工作過，對不對？因為我係沒有啲咧客家人咩，從細阿婆土台嘅，講客家話，嘅到高中啊、大學嘅時候就有學嘅美術，然後接下來就到澳洲，然後就讀了大概4年的那個視覺傳達設計。哦，太後就喺澳洲讀誒，然後之後畢業之後就被當地的那個企業選上我的畢業作品，好厲害哦！然後就本來是要回來的，但是就是因為他們這樣子選用我的作品，然後要去參展比賽，所以要多待2年。那我就因為也很熱愛咖啡啊，然後很喜歡吃，所以就是到咖啡廳工作。哦，嗰陣時就到這片澳洲的咖啡廳來做事。哇，難怪你古人你是散發很文藝的氣息的感覺，原來就係同韓國做同樣有相關的愛用嘅兩位。唔過他後因為啲竟然在澳洲其實也有工作了嘛？啊，你有冇想到講我賺到美麗呢？因為就有一擺媽媽打電話俾我咪，就講佢咪去當久誒，阿婆咪老誒，就好賺咧。好賺，好媽媽的語氣哦。因為阿陽其實就知道，他們其實就想我了，對，就也真的去很久了，然後就想說。這樣就會苗栗。應該知道，同樣苗栗人就會知道，烏卡人嘅嗰種感情是連結是很深的。我說有這樣子，雖然我不會咩懂好高，啊，唔過習慣都沒會想到，我們家斯坦人都烏卡，咩會掛念，嗰時候就想講中秋就安樣，轉到苗栗。苗栗咩卡權咩？就係李阿婆啊媽媽卡權，就會懂安樣。對，啊，唔過轉到苗栗過後就冇繼續發展。就是有相關藝術的這個領域啊。其實一開始是有，就是有在找那種兒童繪畫之類的，就是相關的工作，但是後面就是很多原因，就決定還是開一個咖啡廳這樣。開一個咖啡廳愛創業，其實咩唔係很簡單的事情。讓唐公頭白咩係讓媽媽嘅夢想，也是你媽媽的夢想。對。哦，真的啊，媽媽很 fashion 哎。對啊，媽媽比較不像一般傳統客家媽媽，真的，她的思想比較先進，然後比較民主，所以就是會造就我可能比較跟別人比較不一樣，就是我很常比較思想比較獨特，然後比較天馬行空啊，然後比較獨立，就是就自然而然就會走藝術啊，然後走
国外比较没有那么传统。哦，对，所以他很支持我做很多事情，很棒哎。所以就一方面要去教中医啊，一方面要吃到也系妈妈条白嘅梦想，古上转来开一间咖啡堂啊。凯子哎，真的，你本來唔係行嘅，然後因為同偏尼鄉下過後啊，本家嘅阿婆教客家，所以就是凱子哎，就是這很苗栗耶，對不對？本阿炳嘅教啊，客家話，阿炳嘅教嗌同阿婆聊天，因為我同阿婆打嘴鼓，一定要用好客家話，阿婆咩較歡喜咩？因為阿婆講的國語有點破，因為其他條嘅反應就喺見講下啊。其實我啲苗栗太外地，苗栗真嘅係一個非常客家嘅反應。就算有下嘅聲音，就是小朋友，他們已經可能唔會講下，但是他們講話就是有個苗栗的音，苗栗腔，就是很明顯，因為鬼嘅反應全部就啲講下，對不對？所以凱子也就這樣耳濡目染，就學會談，一些也會講。對。我覺得他蠻會講的，真的啊，真嘅，對，他蠻厲害，語言蠻有天分。哦，古時候也下來苗栗差唔多幾久誒？快11年了。哦，11年嘅時間，讀書啊，還有到苗栗，也還有同偏尼鄉下開一間咖啡店。其實咖啡店，我開一間咖啡店冇咁簡單，因為也喺苗栗其實沒有咁多人，天天呢啲嘅開咖啡店。古時候我有去家嘅特色，我吃到亞豆店嘅特色，我吃到輕鐵片咧就係佢按到澳式早午餐。當然我做得上嘅都係因為偏尼特別去澳洲，對，所以有這個澳式早午餐。那就董兄會了解到這個澳式早午餐啊，送到黑馬街，先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就叫做澳式大早餐，對不對？哦，蛋糕有乜嘅東西？來小結一下，這個生菜，這個是生菜是溫室培養的哦，那有裡面有3種生菜，我們也是跟菜商挑選了好久，選出3種大家最喜歡的。哦，一套太家清中醫耶。哦。然後旁邊這個沙拉醬啊，我們是有混了一點水果的基底在裡面，所以吃起來會比較清爽。對，跟外面的沙拉醬會比較不一樣。哦。對。然後我看到還有可頌。對。可頌它可以搭配旁邊的這個是法國的 AOP。發酵奶油，對，因為那個奶油的包裝其實蠻少見的，對，它就是俗稱的糖果奶油。哦，叫糖果奶油。對，哦，為什麼很多糖果奶油啊？因為它包裝起來看起來很高級耶，很好吃，真的哦。然後還有這個是 tomato， 這是烤的嗎？我們是香煎的。那規粒看起來就濃厚身，所以這樣的是一個澳式大早餐。我很好奇哦，像一間店咪都有去改 T C， 那很明顯就是一個澳式的早餐的特色。但是呀，OTP 就是偏你在澳洲的時候要特別很認真的去學習它嗎？或者是還是就是要從哪裡去學習這個傳統的食譜，再過帶走來台灣這樣子？其實沒有特別的去學怎麼樣做餐飲啊，然後怎麼樣去做這些東西。那主要就是因為愛吃。貪吃，所以我會很常放假的時候會去到處吃吃喝喝，然後就會很習慣去研究說，哦，這個裡面有放什麼東西，然後再來就是經過可能會問說啊，這裡面的東西要怎麼組成啊，然後可能會上網查，或者是翻書籍這樣子，然後這就有點像是我在就。因為很多人會講說，留學的孩子，對，個個都會是廚神，因為沒有辦法，就是為了要省錢嘛，所以就是很多東西得自己復刻啊，自己去創作這樣子。那就一樣，我在澳洲就6年，同時會懂上阿婆的料理嘛，那就會上阿婆打的飯的啊，鹹飯、甜飯、肉片飯，然後打的粽的，然後滷的控肉啊。然後我做大天把轉去幫阿婆，阿婆就會教我用嚟做。然後你在澳洲天把轉去教好安尼，用嚟炒皮條咩，白嘅皮條啊，用嚟煎嘅粽葉啊，好就按樣做，慢慢做就會。那相同的回到台灣，我就會很時常會想到我在澳洲的生活跟他飲食文化，然後我就會。
很努力的去复刻这些东西。那就是想说，那我是澳洲留学6年嘛。那我就想要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苗栗的。哇，也是的，也没算是因为去欧洲特殊的世界，因为上演乌卡嘅客家料理，我说。因为那个每次都太后给大世界，很像是去个训练、去个懂得技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啊，嘟嘟后第二个世界，你又想到讲，我做得来做料理，对料理产生有动态嘅兴趣。啊，转到还有转到苗栗，又想讲继续发展这个技能，韩国又想念澳洲的这个食物，故所又到台湾到苗栗，继续做安用嘅一件。轻有特色的早餐店，真运动有特色。古手生了澳式早餐黑马盖亚夫希卡拉 OK， 我们请凯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知识，好不好？澳式早餐跟其他式、英式、美式、日式，因为给某 Q 用分享一下。需要求助吗？好，好，拼好，因为这样讲，简单来讲，法式就是。大家想到法式，就会想到就是它是优雅、精致，对，精致、很少、小巧，哦，小巧，对，所以它很讲究细节，所以他们的东西可能就小小的，然后很精致。对，那美式，我讲到早午餐就会想到美式嘛，那美式就会比较分量比较大，然后它就是咸甜搭配，然后走快餐路线。对，然后英式早午餐，它就是英式，它就是比较多油脂哦，然后它就是以英式早餐全早餐做原生。那很多人会想说什么是英式全早餐？它其实你就可以很想象很简单的就讲说，英式全早餐就是很豪华的早餐盘。就是你可以看到油脂各个油脂，比如说肉，对，什么培根啊、香肠啊，然后蔬菜啊，然后它就是把所有你可以撑饱你自己的那种元素都融合在一个早餐盘里面，那叫做英式早餐。刚刚同亚美 Q 很丰盛呢。对，因为这个就不能讲，就一定要讲到澳洲跟英国的历史。对，那其实澳洲是。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嘛，那其实可以讲说英国是澳洲母国。对，那他们的一定会有语言、文化、饮食都会影响。那这一直，所以他们其实很难，如果要很仔细去分辨的话，其实就是澳洲的早午餐会比较讲究，因为澳洲人喜欢户外生活，然后讲究健康运动，所以他们会很讲究食物的原型。食材本身刚好很符合现代人的饮食的健康饮食。对，原来澳式早餐係按用嘅意思哦。嗰所有關嘅到幾點咪還有動動都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陣來。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圈阿權妹，有發現到今日嘅節目當中有唱到呀，兩個創業嘅呀片呢，韓國凱凱都同後生，韓國藝術片呢雖然有去關關吐書，唔過下發還係藝術咯，還是很熟悉。對，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亞洲都苗栗開嘅一間早餐店，然後懂 TPA 係很多澳式早餐，剛剛沒有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歐族式。這個澳式的早餐，生來同其他國家就是西方國家的餐飲，它有可能冇辦法搬到同上色。啊，唔過加片呢，同大家來所以澳式跟英式基本上同上衝。啊，唔過澳洲就會偏它空間一些些嘞。就像我們現場看到的這個是店妹都紅，我以為澳式大早餐，這個真的。懂澎湃對啊，呀，實體真因為報道，這週在報道鴨，都是鴨的時間，對，所以從他來分享一下，像這樣子的澳式大早餐，裡面有一個我看到是水波蛋，對不對？這個水波蛋上面好像還有撒了同平常是看待水波蛋不一樣的東西，不用嘛該，那個是。淋在上面的是荷蘭醬哦，淋在上面的黃色的醬是荷蘭醬。對，荷蘭醬是也是自己做的。對，我們都是自己做。哇！而且荷蘭醬我們還有加一點小秘方在裡面。吃得出來嗎？你先吃吃看。
柠檬，对，柠檬一定会有，它是基底。我现在吃到一个味道太重的东西，太明显了。我吃到油葱酥，对，因为放油葱酥是因为客家嘛，就是想要融一点点客家的元素进去。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放啊？我非常非常好奇。虽然我觉得吃进去，因为油葱酥是有一路脆脆，所以放上去有一点那种点缀的那种脆饼干或是脆培根的感觉。对，因为它其实因为早餐盘里面的东西。我不想要所有蛋啊，然后酱啊这样软湿湿的，我想说加一点脆脆的东西会比较好。口感。对，然后后面就想一想到底要放什么，然后放坚果吗？然后觉得好像又不太对，然后后面找很多原料，最后就找到客家的油葱酥，对。其实味道蛮香的，这个很好吃哎，这个有汉家人分享到舌头也感觉很熟悉吗？然后他们怎么说？他们就说这上面也是油葱酥吗？我们说哦对啊，他就因为蛮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要放油葱酥？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为了增加口感，然后香气。真的，跟石头很意外的很搭哎，对，很好吃，对。然后我看到琼雅这个早餐，像你刚刚有讲到生菜，其实有 TP 投购，你同一般如果有去买葱，你就抵，其实这个生菜价格来讲比较高，对，跟其他一般的美生菜比起来，对，其实还要贵的，所以有口感懂也没它厚，然后上面还有不用很可爱的小花点缀，对，跟法妹做的生，做的生，整个餐盘看到的东西，除了那个碗盘那些不能吃之外，其他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很棒哎，对，所以亚古耶早餐就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但是我看到了旁边的有一份，从那挑一个东西，跟同他来说一下，这可能大家比较陌生的食物。那个东西是白肾豆，然后它是用茄汁去煨的，所以。其实就是你在英式早午餐跟澳式早午餐里面会很常看到的东西，所以放的那个就是很有英式早午餐、澳式早午餐的感觉，对，很健康，非常的好，真的啊，哇！古说，我知道亚美山黑老偏离嘅经理带本美丽嘅乡亲，本台港苏轼这个澳洲的饮食，对不对？这样也很棒哎，而且亚美都好含有以后我知道都有提升嘞。但是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会放在里面？就是玛莎拉炖鸡，因为其实亚美懂号是够贵的料理，然后就觉得哇，玛莎拉炖鸡就是完全就觉得玛莎拉就是印度啊。那印度跟澳洲的早餐也有关系吗？因为其实现在澳洲是所谓的应该这样讲，这就要追溯于澳洲的历史了。对，因为在二战时期的时候，就是澳洲有很多大量的移民，那就会有很多民族大融合。你就是很常在它的料理里面会看到一些可能英式啊、英国啊、西班牙、亚洲啊，然后可能意大利的混合料理去做改变。所以其实现在的澳洲其实是很多新加坡嘛、马来西亚，然后印度，所以其实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就像我会想要把客家的东西放进来，所以他们会把自己国家的元素放进去澳洲的餐盘里面。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然后这也是我在澳洲超爱吃的东西。真的，对，然后你就来台湾再把它这个味道复刻出来。对。很好奇耶，来试试看。那你自己喜欢，本来是喜欢印度料理的吗？还是也是在澳洲才认识印度料理？在澳洲才认识。是哈，对，而且还搭配这个酸种面包。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印度的话，我们会配那个 naan 那个面饼，对。然后，但是我们取代了酸种面包。对，这酸种面包咩去嘎 TPA 偷勾哎。这个选酸种的有什么标准吗？跟大家分享一下。选酸种，酸种面包它是用天然酵母发酵制作的，所以其实每一家做的酸种面包它风味会不一样。因为里面的很多客人会问什么是酸种，那我们酸种它其实就是用水和面粉去培养的酵母。它不是另外加酵母菌的，对，它不是像商业酵母，它是像养神奇的小生物一样养出来的，像养宠物一样。对，你每天要去喂。对。然后
所以它的发酵相对来讲是更天然、更健康的。对，没错。然后我吃到那杯一种有碱膏、碱都擦给感膏，对不对？所以其实虽然酸种它吃起来它没有像是印象当中跟面包那种有筋性、有拉丝感，它没有那种感觉。但是给相对来讲，它里面的孔洞可以沾很多那个酱汁。对。然后那个酱汁同寿司跟咖喱的米稀又完全没共用，它有一点像咖喱，但是它的香料跟米稀感觉又含它重，对不对？它其实里面没有加任何一点点咖喱的成分，哈，都是香料，对。但是因为咖喱就是很多香料组成嘛，所以它里面就是满满的都是香料，而且上面也放太多强吹耶，在店里都是这样吗？对。哇，这很营养哎，真嘅懂 TPA， 韩国爱吃到呀，真嘅黑算是我们饮食文化的融合吧，对不对？所以之所以会也想要把这个放入菜单里面，因为黑就是皮尼在当初也是真的很喜欢这道菜，就是有一天好像我们去哪里吃东西，然后。台中的一间早午餐，对，然后突然看到在菜单里看到这个东西，哦，是在台中的早午餐看到，对，然后就突然间就想到，这个东西很熟哦，然后后面我就翻回去以前的相簿，还是发现其实我以前有吃过，然后我就我们两个就开始就研究，然后就加了非常多的香料，然后删掉很多的东西，然后最后面就找到最好的。所以这些香料没黑七嘎黑调配的，对，它非常多的香料。可是这个香料是你要收集很难收集耶。对啊，我看韩兄都没有，你要去那买耶。所以我们很多的原物料都必须要用仰赖进口。对，你要选呀的七嘎中医跟米稀，所以我光觉得要试这个味道，第一个你要试到有像，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就会发动 QS。对，那都是两个人一起测试的嘛。因为主要他毕竟凯凯没有到澳洲过，所以其实主要的味道都是要我自己去摸索，然后是他会帮我想办法找到我想要的原物料，然后我只要告诉他说我想要什么东西，有办法帮我，对，帮我处理一下嘛。那很厉害耶！所以比你黑主要都店妹读好是负责就是整个食物口味的开发，对，然后后场可能在做料理的都是皮尼，对，我们两个会轮流就是进去做这样，对，然后可能就是店里我可能就是设计啊，然后可能文宣啊、宣传啊，然后甜点这样，会觉得情侣一起工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很多人这样说，我想起来我就觉得毛骨悚然，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说要看个性，就是凯凯他其实是一个就很温柔的人，然后现在要上爱心吧，然后脾气很好，然后个性会比较就是他会比较平稳，然后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急躁，他就可以稍微拉一下我这样，然后就我可能比较就是我一个强的时候一个就弱，然后他比较强的时候我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其实就一直这样搭配，对，然后压给早餐店压他差不多可以几久到现在。将近5年，5年呢，那很厉害哎。所以其实你看，当用心要用啥好上瘾，当用心啲嘅经营自家嘅梦想，很多苗栗可以按用一间当地片嘅早餐店啊，还有其他嘅点心，我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個再來。
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做一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間早餐店，但是一間早餐店我吃到應該不算早餐店了，早午餐，對不對？然後其實當有特色嘅係，因為佢賣嘅東西係有歐洲有澳洲特色的早餐，故所來同大家來分享唔但像老片你去家去澳洲嘅一道經過啊，韓國澳洲的飲食文化，甚至係講。如果客人去到店美肚烘，還是可以跟你聊聊天，對不對？對啊，聽聽這個澳洲的故事。對，我知道呀。對美麗來講，算係一個懂很新鮮的一個飲食的認識，因為都一種飲食的文化，而且還撈一點客家的東西結合在裡面，就是那個水波蛋裡面還放了那個這個紅蔥酥，感覺忙着看過有安陽嘅結合，真的是有安陽去家嘅經過，這樣有可能有這樣子的飲食的碰撞，親有提示啊，剛才沒有講到點咩地度一點有像是鹹食的部分，啊，接下來就要來同大家來說嘅甜點，如果係個咩轉場去吃粥啊，吃丼豬啊，或許你可以去吃個下午茶，對不對？那下午茶今日同大家來說嘅係是肉桂卷，對，這個肉桂卷上面其實肉桂卷佢。不有懂得種編法，有人上面會放什麼檸檬糖霜啊，或者是肥肥的那個起司醬啊，對，那你們放的是我們自己煮熬的焦糖肉桂醬。哇，流口水！來同大家分享一下，而且它是做螺旋形狀的，其實也是各種形式都有。對，為什麼選擇這樣子的形式？然後你亞德都底度放了哪些你們的用心在裡面？分享一下。因為我們想象中的肉桂卷，對，它應該就是要捲起來的，對，應該長得像捲起來，所以我們在摸索的路途中，我們就是用捲的方式來製作，對，然後裡面有放，我們使用了2種肉桂粉，有一種很特別，它叫錫蘭肉桂，對，非常特別，沒有聽過有人特別，可能我沒有很認真去注意。但是錫蘭肉桂吃起來有冇咁冇功用嗎？它吃起來的味道會比較溫和，然後會帶有淡淡的果香味哦。我們一般吃到的肉桂會覺得它的可能會有比較辛辣的味道。對，所以你們選了2種肉桂去算是綜合它的辛辣嗎？對。哦，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你們現在的顧客來說，肉桂卷的接受度如何？非常的好。是哦。對，而且就有點。就是已經是被追殺的程度，就是因為它這個需要花很多時間做製作，那就會一直很多人會打電話來啊，幫人來店裡詢問，然後其實每次只要出爐就很快就沒了。很好吃哎，因為你吃到雖然你說這個是肉桂醬，可是我覺得比較像牛奶糖的味道。對，因為它是我們是用糖自己從糖裡面開始熬到變成焦糖，然後再加肉桂，我們自己的配方肉桂粉啊那些。很好吃哎，而且裡面就是我曾經有聽過人家說肉桂卷很像是甜的饅頭，對，但是你的 Sehila 是比較蓬鬆的口感，它不會覺得很扎實，它是蓬鬆的口感，然後再加上那個，我覺得這個醬真的好好吃哦。張景先有提示，所以其實從好像麵粉你們也有特別選用，對不對？我們是用山茶花麵粉。就是它會比較，所以它會造就麵包體會，就像你講的比較蓬鬆，它會比較有組織感。對，就不會像有的人你會吃到太扎實，對，很像沒有在吃甜點的感覺。對，顧總，親友提示，那這個肉桂卷也是在澳洲的時候會吃到的。對，哦，就是近期很流行的，然後我也很超愛吃，所以我就想辦法。自己做對，而且我覺得有 TPA 調整那個肉桂粉的味道，真的是很明顯的，Sehila 同其他肉桂卷 Sehila 咪是冇共用，所以亞豆都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在自己的店裡面，有包含每這個店裡的佈置跟陳設，因為一開始沒有講到，其實皮尼是學藝術的，對，所以店裡面有很多佈置都是皮尼自己來，對，哦，就。因為我很愛貓，所以很多我的畫啊風格都會融合很多的貓。那就是在所有的店裡面，你們可以仔細去看，會有很多的
小彩蛋，好可爱哦，猫咪小彩蛋这样。从 menu 开始，menu 都是自己的旁边的，我们自己手绘的。哇，好可爱。对，然后像玻璃我们也有画，然后也就是直接在玻璃上画。哇，这也太浮夸了吧！你跟大家看一下胸片，这是因为蛇年吗？对，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每次来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好漂亮哦。因为会因应很多的时节，可能崩柳啊、养柳，然后还是猫去当那个，对，好可爱哦。很有创意耶，而且这样子，对，圣诞节也会有圣诞节。是，我觉得泰嘎州的黑公，比总共不用聊的时节，其实很多年轻人会回到苗栗，转到苗栗家乡，然后会看到一间很文化特色跟我们平常认知很不一样的店，但是却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元素。对，所以其实都很用心地给布置。鼓手，这都没有哩，按用开店5年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觉得很辛苦的？是5年，现在应该算是稳定了吧？对，人家都说创业前5年还清辛苦哎，对，5年过后就被我思考，好像差不多有建立一定稳定的顾客。毕竟我们也撑过。就是疫情哦，对，我们是在疫情前一年前半年到1年开的，然后就遇到疫情，对，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就蛮辛苦的。对，那疫情这种事，就外带，我们就只做外带这样。就专做外带，对，所以这样像在苗栗，虽然刚刚没有讲到苗栗进来进度还有3年做都不开店嘛，但是其实像我自己举我的例子来讲好了，大概做苗栗，其实我很少外食，所以我真的是想到你们在苗栗开店，我真的替你们觉得很担心。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都苗栗按用开一间这样子的下午茶，就是或早餐，就是遇到很现实的困难，就是其实客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尤其是平日，对吧？对啊，因为我们品牌，然后还有市场，其实顾客对澳式早午餐的认知有限，对，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去传递澳式早午餐的特色。那我们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对，让客人去认识、去接受，慢慢的客人会在苗栗吃到比较新的东西，跟平常苗栗吃的不太一样。对，故说一开始先建立到底什么该很多澳式早午餐，要先在大家心里面先建立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就是装潢啊，然后设备、咖啡，然后食材成本啊，都比我们预想的都高。因为我们不想要去屈就，就是我们不想要，因为我想要多赚一点钱，然后我就去选用比较不好的食材，或者是比较普通的食材，我就会想要尽可能去还原所有澳洲的东西。对，而且甚至感觉还更强化。对，所以其实一个餐盘里面，我们的成本真的超高但我们就是顶着这个压力，很努力的撑下来这样子。对啊，对，所以其实像按用全部都要上东道，要上清楚，这样有摊贩。所以创业不要随便创业。每个大家来送节目给创业给你，就按用够，就是大家觉得创业都很不容易，所以每次都太敢喊卡支持你啊，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去聊聊天，然后有一个都没有第一下午茶这个时间，就有一张时间，坐在去行聊聊然后同步看你，像比如说我回苗栗，我可能就带我妈去，有没有？跟我妈聊聊天。对啊。按用刚讲，吃都没清好，给未来呢，也行的5年呢，未来有嘛该规划？其实就是因为毕竟我有一个斜杠是儿童绘画相关的，就儿童绘画那些就是教育相关的。那其实我会想要以美学出发，然后想要结合一个艺术空间、艺术工作室跟咖啡，然后这样子结合混合的空间这样子。
然后可以比如说小朋友可以来营造一个空间，可以让他们自由发挥、自由创作啊，很棒哎，然后办个展览啊，也知道美丽美喜又安用嘅，对艺术，对有可能有机会哦，韩白黑公我们努力往这边朝这边前进，这样子。对，黑公有嘅发这个来福喜来宣传。好，多谢给我们平常什么评你跟凯凯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谢谢。谢谢。为什么电视机条件观众朋友跟舒缓休息一下，天天欣赏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